日本政府周二表示，由中国海军和俄罗斯海军组成的共10艘舰艇18日上午穿越了分隔日本本州岛和北海道之间的津轻海峡，由日本海向东驶往太平洋。政府正密切关注中国和俄罗斯海军军舰在日本周边的活动。内阁官房副长官基崎仁彦在周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尽最大努力继续监控日本周边水域和空域的活动。独立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第一任总统阿里亚伊泽特贝格维奇逝世18周年之际，在首都色拉热窝的科瓦奇公墓举行了纪念仪式。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表示，美国将尽最大努力改善乌克兰的防御能力，确保领土完整。正在乌克兰进行正式会谈的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国防部会见了乌克兰国防部长安德烈·塔兰，并在士兵纪念碑前献花。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莫斯科目前没有在讨论正式承认塔利班的问题。他说，我们敦促他们履行上台时做出的声明，包括确保政府的包容性，不只要有不同民族，也要有不同的政治信仰。希腊和埃及两国签订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开发一条连接两国电力系统的全新海底电缆。这条电力线路建成后，将为非洲的太阳能提供进入欧洲市场的渠道。希腊环境与能源部长和埃及电力与可再生能源部部长昨日签订了一份备忘录，旨在通过新建海底电缆连接两国的电力系统。俄罗斯当局周一表示，俄罗斯将暂停其驻北约代表团，克里姆林宫也将关闭北约在莫斯科的联络团。俄官员表示，此举是为了回应北约驱逐俄罗斯使团8名成员。日本、韩国官员周二称，朝鲜在其东海岸向日本海发射了至少1枚弹道导弹。美国军方在一份声明中称，朝鲜的行为导致不稳定。正在对非洲进行访问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访问安哥拉后抵达多哥。多哥总统在首都洛美为埃尔多安举行欢迎仪式。